已经有60多年历史，高雄的高尔夫俱乐部因为甲这高雄市政府有租约纠纷，这个月24就被收起来。60公顷的球场，这市政府按算结合4块连等的公园绿地，搭出一个有下水、有休闲功能的大丁清湖公园。球场一透早就有会员来拍球，高雄高尔夫俱乐部已经公告，剩一礼拜因就要结束营业，因为进前连续违法使用农药，佮无纳租金、占用土地，高雄市政府决定将60公顷的球场退回来，要改做一个大公园。附近民众听到是真赞成，较有所在人运动较快啦。哦，嘿。安尼好啦。高雄市政府工务局表示，高雄球场本地就是公园用地，未来球场收回来结合大碧湖园区、双湖公园，串联附近的维武爷公园，会加做一个将近500公顷的公园绿带。30年前争取维武爷公园的詹贵海医师，嘛捌提出大卫公园的想法，能够把这个大北湖跟卫武营能够连成一条线，然后让它变成一个更大的公园，叫做大卫公园。那这样是可以一个媲美世界上其他的公园的这样的计划。这个公园边有金西湖啦，阮阁有创湖公园，其实串联起来，这是一个真好的一个绿带啦。国外办做这种公园调调改公园的这个计划，我来参考这个案例来规划一个适当的个大公园。经营63年的高雄高尔夫俱乐部，目前除了爱补纳1亿外补偿金，球场770个会员，阁有200名员工的权益，拢需要俱乐部出面来解决。记者曲昭阳高雄报道。